山苦瓜的功用。温山苦瓜，它没有山苦瓜的功用啊。山苦瓜就跟苦瓜就是一样啊。山苦瓜比较小小条，迷你性的嘛，也是从绿色变金黄色，里面的种子也是红色的。那种子白色，外面包的是红色的薄膜，晒干了还是你看到里面的白色的种子，跟苦瓜的种子类似啊，比较小型，迷你性的。成熟的山苦瓜可能都是被鸟啄食，都散开，那都整个掀开了，还会留下一些没有吃到的，没有吃掉的。在溪流的那个堤防旁边呢，可能会找得到。